由三教入陆地神仙境，虽然不敌五夫入境，却也都是万中无一的强者。那么，雪中悍刀行中都有哪些三教入境的陆地神仙呢？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。第12位，轩辕敬成。作为读书读出来的陆地神仙，轩辕敬成走的就是三教之一的儒教。为了女儿轩辕清风的未来，以及整顿轩辕家族，轩辕敬成直入天象境对战轩辕大盘，一句请老祖升天，跨越到陆地神仙，将老祖强行击杀。不过因为境界未稳，最后也是力竭身死。第11位，谢观音。此人是白虎脸南宫仆夜的父亲，不过因为看到自己的妻子身负蛟龙气运，便在妻子即将幻化飞升的时候，转嫁气运到自己身上，让自己突破了陆地神仙境，结局导致妻子的身死和女儿的反目。而谢观音也是儒教入圣的，最后被邓太阿千里追杀而死，算是儒教入圣实力最差的一位了，毕竟气运都不是自己的呀。第10位，陈之豹。按理来讲，陈之豹是一位武夫，如果要破境的话，也应该是武夫入境的，但在龙树圣僧死后，陈之豹吸取了龙树圣僧的大部分气运，直接从至玄境晋升到了陆地神仙，成就了自己的儒圣境界。同样是一位儒道入境之人，而后来还因为谢观音属地抓龙，补足了修为，成为了三教圣人，实力应该算是儒教入境仅次于张家圣人的存在了。第9位，曹长钦。作为西楚中久负盛名的一品高手，在西楚被灭国后，于西雷壁一战中一举进入儒圣境界，愿意以自己身死换天下的安宁。泰安城一战更是从儒道转为霸道，进入了地仙境界巅峰，但是却被年轻宦官所阻拦。死前境界未到陆地天人境，复原当初的一盘棋，表达了对西楚皇后的怀念。但是不得不说，曹长钦的身死也算是圆了他最后一个心愿了。雪中悍刀行中都有哪些三教入圣的陆地神仙呢？第8位，黄三甲。黄三甲作为春秋的3大魔头之一，仅凭一张嘴就挑动起了春秋战火。因为他是一个翻书之人，能够凭借书中的事情而探知过去和未来，所以也是以儒道入境之人。虽然武力值并不是很高，却凭借布局天下牵制了很多的高手。如果不是黄三甲想死的话，恐怕即便是主角徐凤年，恐怕也无法将他击杀。第7位，张扶摇。张扶摇作为儒教中的初代圣人，在正道之后本来是可以飞升仙界的，但是自己却不愿意飞升，一人镇压了人间气运800年，防止天上的仙人肆意篡改人间气运。但也因为张扶摇的存在，儒家的气运几乎都归在了他的身上，导致其他儒教之人无法入圣，更是让天道一直在削弱儒家气运。张扶摇之后的那些儒圣无一善终，不过最后他也算是为徐凤年成功铺路了。第6位，赵宣肃。赵宣肃作为龙虎山的老祖，自然也是道教入境的人。他本来打算在武帝城刺杀徐凤年，并且将事情转祸给王仙芝，却被邓太阿给阻拦了下来。但他还是将龙虎山的劫数全部转嫁到了徐凤年的身上。赵宣肃的境界同样是陆地神仙，原本打算借着李成刚剑开天门之际飞升，最后依旧未能如愿而身死。第5位，赵黄巢。作为黎阳王朝的老祖，赵黄巢为了赵氏气运，选择放弃了江山，进入龙虎山修行，从而让龙虎山跟黎阳王朝捆绑了起来。在春秋时期，赵黄巢就是13甲之一，为了保住黎阳的气运，可谓是不择手段，加害无数，刺杀徐凤年等等等等等等，同样也是道教入境之人，而最后也是因为作恶多端而被徐凤年所杀。雪中悍刀行中都有哪些三教入境的陆地神仙呢？第4位，袁青山。此人是北莽的国师，也是道门中的圣人，修炼成功的道家一气化三清神通，但是跟拓跋菩萨有些不合，以自己的3大分身镇住了北莽。本尊则是云游天下了，出场次数虽然不多，却也是以道教进入到了陆地神仙境的人。第3位，吕祖。作为整部作品中的武力值天花板，吕祖便是天下所有道教的老祖。为了弘一自愿转世再修，他的存在本就是最强的。虽然是道教入境的，但是吕祖修的是无上天道，武道和天道是一肩挑的，所以他的武功自然也是十分的高。只不过为了衬托主角徐凤年，洪喜向明悟后，还是为了救徐之虎再度冰解，不然徐凤年后期的道路只会更为顺畅。第2位，李当心。白衣僧人李当心作为龙树圣僧的弟子，修炼的就是佛教之法了，并且其金刚境比龙树圣僧更为强大，在金刚境中是无人能敌的。当初曹官子用尽全力都未能破开李当心的金身，更是以一人之力带着黄河之水淹了北莽道德宗。当然，李当心也并未能一直停留在金刚境，之后也同样晋升到了陆地神仙。第1位，龙树圣僧。龙树圣僧是佛门圣者，一生只读佛门的金刚经，从而成就了自身大金刚境界，以及练就了金刚不破，因为北莽灭佛而孤身北上阻止。遇到徐凤年的时候，还顺带帮助徐凤年踏入了金刚境之中，被道德宗5位道门真人围攻都没能破掉金刚境。而作为佛门圣者，龙树圣僧的境界也达到了陆
陆地神仙之中。圆寂的时候更是诵读《金刚经》的声音自苍穹而下，足以看出龙树圣僧的佛法已经洞彻天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